绿福川野生动物园最后承认讲，这只狼禽是因的。农委会林务局表示讲，依照规定，动物的数量逐档拢爱通报，会要求新竹县政府来进行处罚。明仔载农委会林务局甲新竹县政府，佮有动物专家学者会去绿福川的现场，针对设施佮动物的数量清点来进行勘查。我们当然是以政府实际到现场去，然后去掌握的这个数量为准。访问到敢会相信绿福川动物园点算的人禽数量，林务局长林华庆表示未相信。我们会跟新竹县政府来联系这些灵长类动物的这些饲养员们，一起到现场去检视六福村的这些设施。整个执法没有依照野保法的部分，那我们会依照相关的法令规定来办理，包括这次的逃脱，那六福村没有主动申报，违反相关规定，我们会请新竹县政府直接要求来做开罚。敢会要求绿福川关门，也是暂停营运，但其中表示爱参教育部甲新竹县政府讨论。林华庆表示，园区敢有营运甲动物走去无真大的关系，重点而且地方政府要求绿福川加强设施甲巡逻，但是另一方面，农委会伫事件过程当中的态度嘛引起立委不满。没有办法捕捉的时候，你们有主动去咨询吗？林务局一直主动的提供相关资讯给我们的桃园市跟新竹县政府，地方政府在对野保的这一个基本概念、观念跟法律，可能还是没有达到我们的这样的要求。在执行野生动物的逃脱，要把它捕捉回来的时候，好，怎么会通知媒体呢？所以赶快，好不好？这是一个非常最基本的野保的教育。但其中表示，会请各县市最近召开会议，讨论野保教育各有执行的方法。另外，但其中强调，农委会过程并不是拢无咧插，而且也无应该将地方政府伫第一线执行所产生的责任，拢撒互农委会。记者郭明朝随台北报道。